三甲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启示录20章，咱要对第4节看到第6节。圣经的耶稣伫银幕顶头，启示录20章第4节，按照我来读。我阁看见遐个座位，也有坐伫迄顶面的，有得到审判的权互因。阁看见遐个为着做耶稣的干净，甲为着上帝的道来受抬头的人的灵魂，以及毋捌拜受甲受的像，也无受伊的记号伫头额，也是伫手里的。这个拢得到我来甲基督做王1000年，其余的死人无我，听候迄个1000年满，这是头一摆的国我。有分伫即个头一摆的国我的有福气啊，是圣啊。第二摆的死，管因袂着，因要做上帝甲基督的祭司，也要甲伊做王1000年。以上。即时要请淡龙教会老彼得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是甲基督一同做王。所敬听的大牧师、下位长级、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当半年前得到大牧师电话通知讲，伊就会当来到阮的教会请安。我就欢喜吼，因为阮袂孤单咱家教会为阮祈祷一直纪念咱家教会拄伫地牧师分享中知影讲咱教会以前拢帮赞几来个小小的教会，互因大汉其中互阮教会人也真大即阵还有一个福音站我就想到伫报纸有看一个消息讲有一个富人人伊有新的时，伊就瘫痪了倒伫面床但是囡仔要出世的时，伊就爬起来，好一个囡仔顺序伫出世，我是感受到讲，伫咱的身躯当富人人有新的时，因是上帝加添互因即个福气互因身躯臃肿。但是咱伫即个属灵的属灵的嘛是相关当咱有即个属灵的囡仔出生的时，咱教会更加坚强，所以咱。家人教会每一年逐年拢有即个囡仔教会出生所以我想讲，咱家人教会真坚强上帝加添咱即个福气，所以阮今仔日来到遮来学习，来毋是讲有啥物分享但是1年前咱家人教会嘛有派一个 spy 来到阮的教会，毋是 spy 就是天使啦其实阮教会拄开始音响公司的伯特利股份有限公司蓝兄弟蓝弟兄伊去年3月就到阮的教会帮助阮设一个音响所以阮这个音响阮准靠教会来看是哇，恁个音响是真好真赞的就是咱家人教会会友蓝弟兄毋知有今仔日有来无你顶过因讲感谢伊那阮是我有啥物代志甲伊讲伊就随到阮这个鸟不生蛋的迄个所在这个北海岸但是毋是讲鸟不生蛋即阵可能无真侪人但是呢，若是
拜六拜日吼，互你到转来时拢真艰苦，为什么？拢塞车啦，吼，所以若是咧拜六、拜日下晡3点以后吼，你要出来对淡水到台北吼，拢真塞车啦，所以你要来到淡水吼，爱在即个时间吼，阮的教会已经搬去即个双连安养迄个中心是隔壁吼。伊是3支吼，但是阮教会嘛是属伫淡水伫迄边。咱的兰弟兄知影吼，咱的教会真像一个城堡吼，但是阮教会咧小小几若平尔尔，但是对阮来讲嘛是一个负担吼。即阵还未即个分享以前吼，咱也。请信乐队吼来唱一个诗吼，祈祷祈祷，伊是阮一个卸任这个长老田丢咯吼家己作曲作词吼所以咱来分享。真歹势，头拄仔袂记甲恁讲吼，阮拄拄仔唱的是伫即个粉红纸吼内底，即个信乐队吼。今仔日即个马街边吼有一个通缉犯吼，就是头拄仔指挥吼，伊倒伫即个马街分院啦吼，因为即个先生甲伊讲爱倒2礼拜，今仔日伊倒来遮指挥啊，吼，伊是。阮的卸任长老吼，伊即阵即个，伊已经2摆开即个新啦吼，阁袂死吼，咱我为什么我安尼讲？有个人1摆就去天家天堂啊，伊是2摆开即个新嘛，所以头拄仔伊的即个即作曲做。即个歌词吼，伊是伊的对心内即个祈祷吼，伫咱的即个粉红纸内底吼，这都是伊所写的吼。我毋知讲今仔日伊都拼来遮吼，指挥吼，可能明仔载即个医生要甲伊骂吼，你昨咱的逃走，吼，祈祷伊的身躯吼，会跟伊即阵。都是因为肝指数这个偏高了吼所以伊真拍拼吼，阮真感动。今仔日刷落来，阮要请学长咯吼介绍，阮未讲道理以前吼来介绍阮一个建堂这个过程分享。牧师。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我用我上知影的，最好能够听得到。感谢主，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吼，会当甲咱江南教会的兄弟姊妹会当伫遮做伙来敬拜咱的主吼。那来遮进前，我是看咱的迄个周榜吼，我有看到。姓蓝的哈，拿哈，我就第一个想到是不是，所以我就找迄个长老吼，我甲确定者讲真正是讲安尼对咱教会就较袂生疏吼，较袂生疏。然后感谢主，因为这个拿的吼，吼伊知影阮要建堂吼，就介绍迄个。神弟兄吼阮互阮的装潢吼，装潢的就水的吼，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丰富吼，而且伊阁是照迄个圣经内底的故事吼背景来装潢吼，我就直接来简单介绍阮的教会吼，阮的教会就是。淡水文恩教会吼，简称淡龙教会吼。内底人是为台湾
中央山脉吼，分布在中央山脉吼，有南投的啦，花莲的啦，搁台东啊，搁高雄的，拢有吼，拢有，啊，搁有过来阮淡水的嘛有吼，所以阮算是第一代来都市吼，台北拍拼，为着生活来台北拍拼吼，林强的歌就是安尼吼，我要来去台北拍拼吼，阮是算第一代吼，所以阮感觉就。毋是痛苦啦，是艰苦，因为阮无厝啊，阮台北无厝无住的所在啊，阮厝内的人拢伫庄骹，阮即马庄骹阁有阮的爸母吼，台北遮呢，阮的囡仔拢嘛是爱读册，抑毋过阮知影讲，阮即代吼一定爱比人搁较拍拼吼，我一定爱比别人搁拍拼，吼，然后我。所以，阮就想讲吼，阮家己就无法度买着家己要住的厝吼，啊，要迄个做礼拜堂吼，想讲敢有可能？敢有可能？抑毋过10年吼，阮欠啊，欠钱吼，10年才欠着300万啊，吼，一间教会10年吼，欠着300万，抑毋过阮即摆买是。空的建筑物是900万，内底爱个经理吼，就爱开300万，所以阮拢总建堂的钱是爱开1300万，吼啊！感谢主的恩典吼，啊，阮即马已经立到即马剩即张红色的吼，内底有啥上下骹吼，即马已经剩626万，吼，剩626万，吼。虽然讲阮敢若是足天真的吼，家己都无厝通好住，啊，阁买遐尔贵的建筑物吼，抑毋过阮确定，阮确信，这拢是上帝的带领，吼，互阮安尼，敢若毋惊死吼，毋知影后壁会拄着啥物艰苦，阮就是向前冲吼，一直冲，抑毋过到即马，阮发现讲，上帝真正是疼惜阮。即种特别一位包围来的吼，互阮会当算讲阮文论做的人吼，会当有家己的会当用阮家己的话吼来讲福音吼，所以阮感觉足欢喜的。那即个过程当中呢，阮拄则迄个工长老嘛有讲吼，阮旧年拢去共。铺草吼，去安养院啊铺草吼，一工嘛无偌济钱。抑毋过迄年拄啊好拄着3届的风台，阮拢毋惊死的人吼，趁钱第一人吼。人讲趁钱有什么性命爱过嘿，趁钱有所性命爱过。阮即个建堂的过程当中，阮就头一个就是有通我趁钱，阮就去啊吼。拄着3摆的风台，阮拢无休困啊。我是就佩服阮即个砍草部队的吼，然后因为风台天吼就歹，拢淡嘛，就歹用的。结果嘛是做半工，迄个主任就甲阮讲啊，无后礼拜才来好啊，无风台天你嘛就歹做的。阮是毋甘休啊，就有通趁钱就紧来做。毋过主任讲叫阮先转去好啊吼。那即个阮个。即马阮目前为着即个建堂的过程呢，阮阁接受咧迄落摒扫的工课吼，共摒扫吼。迄个圣约翰大学应该知影吼，捌听吼。附近有迄个学生仔的受伤，阮即马是放假嘛，无通好摒。按开学的时阵，阮就逐礼拜去遐摒扫吼，摒一届清完，叫做清5、清6。吼，一间是1,600，搁另外一间是800吼，所以这样2间吼，安尼就摒一届就2,300吼。阮安尼豆啊欠豆啊做，有通我做，有通我趁，阮都会去做吼。因为阮知影讲，阮家己趁钱嘛有限啦吼，一工嘛无偌济钱，搁会纳厝税啦，搁纳一寡有诶无诶吼。阮就用即种方式吼，就会当为帮助阮的教会吼，加减吼。然后阮即马吼行路，阮莫看阮
牧师安尼吼，伊去海边仔行咯，拢足危险的，拢毋看路的啦，拢看边仔有啥物通好捡的啊，像迄保特瓶啦，吼，罐子、铝罐啊，啊，佫淹过伊佫有原则，伊讲吼，槟榔阿嬷伊无爱捡啦，啊，佫有吼，酒的铝罐伊嘛无爱捡啦，淹过阮伫伊后壁，我拢捡迄伊无爱捡。哦，所以阮即马教会就是有迄个发票吼来收集，过来就是叫迄个回收品吼，会当对教会拢有一寡的帮助吼。啊，佫就是迄个做这摒扫的工课吼，阮嘛是阮少年迄个因爱读册的人，拢看阮即上班人拢毋惊忝吼，拢去摒扫，因拢会缀阮去吼。啊，人多就做较紧啦，人少就可能一工都拼袂完吼，就是安尼。啊，即马阮迄个教会嘛是有妇女会吼，做一寡手工吼，有当时做迄鱼钩啊，还是手链、花链，吼，啊，佫有卡网吼，拢有做。啊，有活动的时阵，阮拢会摕出来做义卖吼。阮即马就是用安尼吼，会当，互阮教会每一个人拢会使动身吼，莫讲啊。建堂干那是恁长老的代志，恁牧师的代志，吼，咱会当互阮教会每一个人拢会使同工吼，为着即个建堂。我知影讲，即个建堂是无简单的代志。我看恁的资料历史吼，拢来遮真正是阮的福气吼，啊来遮会当甲恁合适，啊也望讲大家对阮的帮助嘛，我嘛知影讲阮。搁较需要恁常常为阮祈祷，伫即个建堂，也是后届的宣教的吼事工内底吼。那最后呢，我真正真欢喜，虽然无认长吼，啊希望无认长，希望恁大家拢会听有。毋过阮毋惊讲即个建堂的过程内底会拄着啥物困难，因为我知影咱虽然是。皮肤无共吼，所讲的话敢若无啥共，毋过咱知影讲，咱是伫耶稣基督内底，咱是一家人。哈利路亚！那愿咱的上帝来祝福大家夜节平安。30年吼，以前有一个沙丁堡一个老牧师啊。年岁较大，即阵毋知有去天堂无？哦，有一个歌叫《就敢若通回无》，吼，迄个牧师吼，伊就建堂的时，沙丁堡建堂的时，伊就带一群青年人吼，到会友的厝啊，摕迄个手竿啊吼，啊摕去卖，啊讲啊会当啊，即个钱吼会当建堂，哦。我即阵啊，我就头甲人讲吼，我对运动吼，伫啥物所在啊，目睭拢看迄保特瓶啊，吼，啊个回收啊，吼，拢回收啊，不拿白不拿吼，因为遍地都是黄金啊，因为上帝是丰富啊，但是你无骨力啊，都拢无啊，所以我甲我朋友讲啊，你。即个厝内底吼，即个保特瓶欠带去教会，本来即个贷款吼，20年、30年，但是每一工拢有一个保特瓶吼，每一工你的即个还款的即个速度吼，速较紧的，吼，可能无要20年、35年、10年都现了吼，所以若是无叮当吼，拢无啦，所以，但是。甲咱大家吩咐吼，莫甲我讲是这是一个保特瓶牧师啊，吼，因为恁人讲吼，拢无人凊彩等迄个保特瓶啊，不是，这个是空笑话啊，吼。但是我感觉讲上帝这个引带真奥妙主耶稣虽然阮建堂真无用真这个。等阮建堂的时这个经济不景气啊，所以伫阮旧年这个秩序册内底手册内底吼，我
调讲讲即个欧洲即个经济不景气的迄个资料吼，就讲阮坚长的是经济不景气，但是阮宣告讲上帝是丰富的，上帝无要互阮欠缺，所以一定即完成吼，因为这是上帝讲所以大家咱的即个奉献也是奉献伫主耶稣吼。所以感谢咱的迦南教会接受阮遮请安募款我是讲要分享什么因为都教会都建长无啥物通分享我就分享伫建长期间建长之前互即个总会稳准，互阮募款的时，我祈祷讲要分享什么因为阮就需要咱兄弟姊妹来帮助祈祷了后，会看到讲伫即个启示录第20章第40到第60就拄即个师会长老即个咱即个读的即个圣经因为我即个信歌队常常甲我来但是看到牧师，那你会讲一个主题甲耶稣、甲基督做伙做王但是我每一摆分享的是有每一摆的即个感受，毋是所以愈后壁愈来愈济愈来感受讲咱耶稣基督做王。咱圣神也甲咱讲，咱也会当含伊做王，这是咱的福气所以我今仔日就跟大家一个分享耶稣基督伫即个圣经，咱就拄所读的即个启示录安尼讲有啥物人会当有资格通含伊做伙做王就是为耶稣做工全甲为着上帝的道来受抬头的人的灵魂，甲毋捌拜受甲受的像，也毋捌受伊的记号，伫头壳也是伫手的头一个会当含耶稣基督做伙做王的是为伊做干净就是受死咱知影讲耶稣基督即个学生拄了即个犹大全个拢是为耶稣基督做干净死伊个即个大学生彼得，伊伫罗马受了。受了的时，伊嘛是要放伫十字架。伊甲即个掠的人讲：“我袂甘得甲耶稣基督做伙受钉十字架，所以甲我并倒头伫下骹骹伫即个顶悬。伊安尼死即个多马听讲即个圣学家甲人讲是即个印度有伊的即个蒙牌小小蒙牌所以伊就是好大为耶稣做见证到即个印度咱今仔日所在剩的即个雅各嘛是用抬头所以耶稣基督即个12个门徒学生除了犹太以外那拢是会通甲耶稣基督做伙做王。若是圣经甲咱讲，敢是伫死了后会当做王？我会灵修讲，毋是。所以咱来想看卖即个圣经安怎甲咱讲伫即个圣经，耶稣基督是上帝囝，伊来到地面上是要做王，但是咱有人灵修看到讲，即个圣经甲咱讲耶稣毋捌，耶稣捌做王。
有人举手无？耶稣伫33年，2000年前33年，因为毋是咱人的眼光看到的即个王的即个款式，咱人的王是啥物？爱有王宫，爱有军队，爱有即个真大的即个势力，后壁有震动啊，就甲伊支持。咱看到的耶稣最王是安尼。因为咱知影讲，伊的后壁是创造宇宙的天父上帝，是支持的。这是咱伫俗人眼光看到的，那毋是讲咱用人的这个眼光看耶稣基督最王。啊，所以咱目睭无看到耶稣基督最王，但是咱心内宣告耶稣基督是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咱心。就知军队伊的人，咱拢知。所以耶稣基督是安尼最王。伫还未出世的时，先知有伫圣经记载伊的即个角色啊，即个角色吼。即个诗篇哦，第8章第5节安尼讲，伊叫伊比天使，个较细、较美细啊，个修饰啊，即个应用尊贵为冕旒啊。即安尼讲，伊就是确定伊的即个身份，来到地面上是咱人的身份。咱人是啥物款呢？咱伫即个路口啊，走来走去啊，咱飞机、飞行机、坐飞机啊，嘛是爱落来。所以咱无法度自由，伫即个空间以外来走来走去。但是咱知天使伊是飞来飞去，咱虽然咱目睭无看到，但是圣经甲咱讲有天使啊。那天使是伫即个好几度空间行来行去啊。咱人伫即个1度空间、2度空间行来行去啊。即个科学家甲咱讲。即个物件吼，对这到另外一边吼，走真紧的是，咱目睭无看到，但是伊的能量是有伫，伊的热度，咱会感觉到，所以咱即个天使咱飞来飞去，咱无看到，咱的天父上帝嘛是伫即个无限度空间走来走去，咱目睭无法度看到，因为咱的。一个身躯，咱的一个所大的这个所在有限制，咱是指这个空间限制。但是上帝无受这个空间限制所以咱来知影讲，上帝耶稣圣神因伫这个圣经所讲的拢是真理但是咱为什么无感觉讲真理？咱无感受讲，那是真诶。耶稣当时最王，无啊。咱伫圣经看到拢是伊受人欺负，拢无最王。到尾封顶十字架，真软者无啥物。所以咱用咱人诶即个眼光看是，伊也未最王但是上帝是。创造这个空间、这个时间的这个主宰这个上帝所以耶稣其实来到地面就以前一直存在即阵伊嘛有伫地，圣神也是安尼。这个世间、这个宇宙还未创造以前，伊就和上帝做伙所以咱就爱知这个道理，咱就爱。信这个道理，若是无信，咱无法度搁继续落去咱的这个信仰所以咱爱知影讲，上帝是这个永远存在上帝耶稣伊嘛是，圣神伊嘛是，因所创的代志拢相关的，所以圣神伫今仔日这个圣经启示录第20章。
第40到第60甲咱讲的，这就是真理啊。所以咱落来看讲，伊怎样做王？哦，伊家己讲的哦，伫即个圣经即个有关即个安息日，安息日伊安怎讲？伊讲咱伫遮有真大，伊是安息日的主，人主是安息日的主，伊家己讲家己，但是迄阵人拢包括伊个学生，拢毋知影伊是主，所以咱今仔日军队主真久啊，可能咱人基督徒嘛是还未体会伊是主，因为伫圣经伊讲的话吼，所以真隐藏的，迄个意思是隐藏的啊。若真谦卑军队信心的人，伊就跳有着；若是无吼，耶稣安尼讲就夹过啊。人主是安息日的主，什么意思？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但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因讲安息日是啥物拢莫做啥物代志，这就是安息。但是耶稣有一天有一个即个身躯无好的，手无好的，耶稣甲伊讲，今仔日安息日敢会当医好伊的病？伊拢毋知要安怎应。耶稣互伊得到医治，即个手好。啥物意思？耶稣就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就是要甲上帝相款，创这个安息日，互人休困。即个人就身躯无好啊，耶稣互伊好，就是互伊安息，这就是真好的这个安息啊。所以耶稣甲伊讲，人主耶稣家己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咱知影讲，咱今仔日要安怎安息？咱拜日牧师搁长老，即个执事，搁较无用，总教会的代志，搁较无用，无安息，咱是要安怎安息？咱拜一到拜五、拜六拢做代志，拜日拢搁较无用，咱也会知影讲，咱入甲主做伙做代志，咱甲主备办所有的代志，要互人来到礼拜堂安息，这就是咱牧师长老还是怎么家己甲主做伙做代志的事，咱就是安息。所以咱爱知影讲，所以咱可能有即个还是姊妹讲我礼拜日我啥物拢无爱做，因为我都是独要安息。但是安息是指耶稣就是安息日的主，伊就是咱的性命甲伊连接的时，咱就有安息，这就是咱真正的安息。所以咱会知影讲，今仔日咱礼拜日无休困，咱就更加打拼，为即个教会，为所有的即个慕道友来打拼，互因备办有真好的即个环境，互因来遮安息。咱是甲主杀甲同工的，所以咱会知影讲，所以咱礼拜日的时，咱都真欢喜甲主同工，因为真正甲主做伙同工的是真正有安息，这就是咱的安息。所以这就是人主，家己讲伊是王，伊无爱白白讲是王，因为咱人吼有即个毛病，讲的话拢对虚空拢出去，拢袂记哩，所以耶稣讲，互迄个毋捌的人，无爱接受的人，拢互伊毋捌即个道理。独耶稣学生，伊就爱讲明，甲即个真理来讲明。这就是咱军队耶稣的，咱来灵修个牧师甲咱讲解的是，咱有听有，因为这是耶稣要互咱讲明伊的道理。感谢主。耶稣
伫什么时阵，甲咱讲，伊嘛有宣告伊是王，但是伊毋是直接讲。当即个伊个学生，即雅各、约翰的即个伊个即个老母吼，甲耶稣求讲，耶稣啊，当你做王的时啊，互我即个两个囝吼，一个做你的驾酒兵，一个倒酒兵。耶稣安怎应讲？耶稣讲，即个伫驾酒兵，伫倒酒兵、驾酒兵、倒酒兵，即个王吼，毋是我会当决定的，伊就主权伫上帝。所以耶稣无否认讲，我毋是王的。那伊毋是王，再讲，咱若毋是真正有即个身份的人，哦，咱讲真歹势，真歹势。所以咱基督徒，咱是牧师做真济工的时，敢若保罗有伊做即个新家的时，有人要拜伊，伊讲毋是我，莫拜我，是拜主耶稣。但是这两个学生的即个老母，甲伊讲，我的即个两个学生伫后摆你做王的时哦，一个驾酒兵，一个倒酒兵。因耶稣无否认，没有否认即句话，伊讲这两个是上帝即个主权咯，所以我想着讲，当上帝要找伊个即个耶稣学生做王的时，耶稣奉令要定40个时，即学生拢走了了，无一个会堪得做王啊！所以，直到咱看到伫圣经是两个人，一个是两个强盗一个伫驾酒兵，一个是倒酒兵。咱来知影讲，咱基督徒军队耶稣基督，军队耶稣基督，有一天咱要上帝要找咱伫耶稣基督驾酒兵。咱拢走了了，这就是耶稣的学生迄阵2000年前的即个现实的即个情况，所以咱会知影。所以我受到这时，我嘛无即个看见即个耶稣的学生，因为我想我是甚物人，那当时我最主要说学生的时，想到讲。我嘛是上管走了啦，今仔日要抓，个即个沙龙烫了，就是即个举起伫即个十字架，咱啥物人爱，拢一袂见效的代志，但是咱看到耶稣做王是毋是咱人的眼光要即个做王的即个？款式是上帝爱伊伫即个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即个撒旦魔鬼，伊的权柄是啥物？咱人拢惊死嘛，所以耶稣做人的时可能耶稣嘛是惊死但是耶稣互伊死，你爱我死，我就互你死，我就。台湾不要紧的，是，伊都唔惊所以耶稣讲，甲学生讲伊过完了后，伊甲伊讲，我已经太赢。啥物叫太赢？因为撒旦魔鬼掠即个人死的即个权柄，互伊。假做袂见效，无效啦，无效。因为耶稣出世做人，咱人拢惊死，但是耶稣是人的代表，伊无惊死，所以迄阵即个撒旦魔鬼看到讲我即个权柄无效，已经毋是我的。那以后
每一个军队耶稣的人无惊死，唔惊死。咱知影讲耶稣以后这学生拢唔惊死，因为耶稣已经太赢。这就是咱军队耶稣基督要含耶稣基督做伙最王的这个款式。所以今仔日我已经这个稿我拢写好但是我今仔日讲的是这个重点伫这个我会搁伫这个简述伫迄边但是我用这个重点，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咱知影讲，咱甲耶稣基督做王，咱有可能甲耶稣基督做，因为圣经拢已经甲咱讲，有两款的人会通甲耶稣基督做王，好一个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受死，往抬头死的人，因为因的灵魂得到都袂死。第二个是，伫头壳、伫手内无记号的人，啥物叫无记号的人？我甲这个青年人讲，今仔日真流行就是刺青那我们在咱这个青年人有刺青无？我无要讲有诶举手因为。无要紧刺青无要紧流行文化嘛但是我甲青年人讲，你都爱问这个师傅伊拜什么？真侪师傅拢拜这个小鬼所以伊甲这个小鬼记号刻伫你的这身躯你都唔知影，讲你的身躯已经有记号所以若是青少年、青年人爱刺青的时你爱问这个师傅你拜什么？伊拜主耶稣，无要紧，互伊刺青因为这耶稣的记号但是毋是的是爱真细致爱真细致，无代无志，互你放这个记号，放这个记号，这就是咱军队基督徒的这个意志无放伫耶稣这个身躯所以咱毋知影有一天拢是这个撒旦魔鬼的记号所以今仔日咱含主耶稣做伙做王有两个所以咱已经知影讲要含耶稣基督做伙做王是虾米款的咱会当伫咱的厝做伙做王，咱会当公司做伙做王，咱虽然是公司的小小的职员你嘛是会当含主耶稣做伙做王，因为耶稣做王的这个款式，毋是咱人所看到的这个总统或一个军兵或一个这个大楼总统府那毋是安尼耶稣基督做王是伫心内遵探上帝旨意，所以咱含耶稣基督相款遵探上帝旨意，就是咱就含耶稣基督做伙做王即阵阮信歌队要唱这个一首歌伫这个粉红纸阮拄这丢了这个指挥填丢了伊家己这个翻译就是小妮的疯狂翻译阮文论话我甲翻译这个法语咱会当做伙看若是咱有感动，会当奉献伫遮咱这个奉献是奉献伫主，因为咱教会毋是阮嘛有一天要交托就下一代教会伫遐是北海岸伫遐做这个主的见证所以咱的这个奉献也是奉献伫主，咱来做伙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完全感谢你，因为你是听上帝，阮对无同款的所在，今仔日会当伫遮做伙敬拜你，阮完全感谢你，愿你信心帮助阮每一个家己姊妹。虽然我所讲的话毋是认同，但是愿你信心帮助阮。家己姊妹每一个人会当有困难、有信心的困难，会当甲主耶稣做伙做王，
患难的困求袂甘直，奉主耶稣圣之名